做伙读圣经，今仔日6月17日，咱做来读历代志下卷第1章到第6章。咱用的版本是现代台语译本。第1章，大卫的囝所罗门坚固伊对以色列的统治，上主伊的上帝甲伊同在，互伊受尊做大。所罗门调集以色列众人，就是管1000人甲管100人的军官、审判官，以及全以色列的领袖甲族长，带因去基遍的山头坛，伫遐有上帝的会幕，是上主的仆人摩西伫旷野所做的。迄时，大卫已经将上帝的约柜对基列亚林刷来耶路撒冷，放伫伊为着约柜搭的布边。毋久，互尼的孙乌利的囝比撒列所做的灯坛，要伫基遍上主的会幕前。所罗门甲会众伫遐求问上主。所罗门伫会幕前敬拜上主，伫灯坛献1000只精牲做烧化祭。迄暝，上帝对所罗门显现，甲伊讲：你爱我赐你什么，通对我求。所罗门对上帝讲：你莫施大恩互我的老爸大卫，搁互我续接伊做王。主上帝，但求你实现你对我的老爸大卫的应允，因为你设立我做这个人民的王，因亲像地上的土沙遐多。但求你赐我智慧聪明，互我通领导这个国家，治理这的人民。若毋是安尼，啥人会当治理你遮多的人民？上帝对所罗门讲：既然你的心意是安尼，无求钱财、富足、尊荣，甲消灭对敌的性命，嘛无求长岁寿，只有求智慧聪明，通治理我的子民，就是你受设立做王治理的人民。所以，我要赐你智慧聪明，嘛要赐你钱财、富足、尊荣，超过你以前的列王。伫你以后，嘛袂有人亲像你安尼。所罗门对基遍山头坛的会幕倒来耶路撒冷，做王治理以色列。所罗门王有建立军队，战车1400台，马兵12000名，甲因安置伫遐的抗战车的城，甲耶路撒冷王遐。王统治期间，耶路撒冷的警员亲像石头遐多，百香茶亲像山坡的山茶树遐多。所罗门的马拢对埃及甲科威进口，是王的生理人对科威照饲价买来的。对埃及进口的战车，逐台大约7公斤的银，战马逐只大约2公斤的银。所罗门的生理人嘛经手，将这的出口卖互赫人甲叙利亚人遐的王。第2章，所罗门决定要为着上主的名起圣殿，搁为家己的王国起宫殿。所罗门就调集运搬的工人7万，伫山里拍照的8万，督工的3600。所罗门派人去见泰尼王希兰，讲：你捌运百香茶，互我的老爸大卫去宫殿徛起，请你嘛
安尼对待我。现在我要为着上主我的上帝的名起圣殿，分别做圣，献予伊，通照以色列人永远的规例，伫伊的面前烧香，常常摆献祭的饼。逐早暗安息日初一，甲上主阮的上帝所定的节期，献烧化祭。我所要起的圣殿真大，因为阮的上帝真伟大，赢过所有的神明，天甲天顶的天拢无够通互伊徛起。啥人会当为着伊起圣殿？我算什么？通为着伊起圣殿？我不过是起一间会当伫伊面前烧香献祭的殿若定。但请你派一个真牛用金、银、铜、铁、甲紫色、朱红色、蓝色的丝做工的，搁真牛雕刻的师傅来我遮，通甲我的老爸大笔所准备伫犹大以及耶路撒冷遐个牛的师傅做伙做工。搁请你对黎巴嫩运白香茶、生树、大香树的茶料来互我。我知你的工人熬炒黎巴嫩的树，我会派人去协助你的工人，请为着我准备较侪木茶，因为我要起的圣殿真大，搁东方。你的工人插树，我会互因小麦2000公吨，大麦2000公吨，酒40万公升，油40万公升。泰尼王希兰甲所罗门回批讲，因为上主听伊的子民，所以设立你做因的王。希兰阁讲，创造天地的上主，以色列的上帝应该受称赞。伊想使大卫王有一个智慧的囝，互伊有见识、聪明，通为着上主起圣殿，搁为家己起宫殿。但我派一个牛搁聪明的人去，伊是我的师傅荷兰，伊是但支族一个富人人的囝，老爸是泰尼人，伊真够用金、银、铜、铁、石、茶、甲紫色、蓝色、幼麻、朱红色的丝做工的，嘛真够雕刻，搁会晓设计人交互伊的逐款图案。你通互伊甲你牛的师傅以及你的老爸，我的主代笔牛的师傅做伙做工。但我的主所讲的小麦、大麦、油、酒，请运来互遮的工人，我会照你所需要的，对黎巴嫩插树，绑做规排铺伫海里，运到约帕，你就通对遐运去耶路撒冷。所罗门照伊的老爸大笔所做的户口普查，搁点算住伫以色列地所有的外族人，拢总有153600人，以互7万人做运搬的工人，8万人伫山里拍石，3600人监督因做工。第3章，所罗门伫耶路撒冷的摩利亚山动工起造上主的圣殿。这个所在早前是亚布斯人阿伦纳的五谷场。上主捌伫遮对所罗门的老爸大笔显现，所以大笔决定要伫遮起圣殿。所罗门做王第4年2月初2开始动工。所罗门
要起的上帝的殿的地基，长27公尺，宽9公尺。殿前的走廊宽9公尺，甲殿平宽，悬54公尺，内面搭纯金。大殿的壁用青树板嵌，用纯金搭，顶面刻左手甲莲仔。迄间殿搁用宝石甲包瓦印的金装饰。殿包括殿的牛、河灯、墙壁、门神，拢用金搭。壁顶刻天使、基路伯，搁起至圣所，悬9公尺，宽甲圣殿的宽3成9公尺，拢搭纯金，金的重量20公吨，金钉仔重570公克，顶面的部分嘛拢搭金。至圣所的内面雕刻一对天使基路伯，外面包金。两个基路伯的膝拢总大约9公尺。第一个基路伯一边的膝拄着这边的壁，第二个一边的膝拄着迄边的壁，因另外两支膝伫殿的中央相卡，每一支膝长2公尺20公分。这两个基路伯踢开膝拢总约9公尺。因的骹徛地，面入口，搁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的丝甲幼麻布做场，手基路伯伫迄顶面。所罗门王伫殿前做2支挑，悬15公尺半，每一支挑会挑到悬2公尺20公分，搁做莲仔安伫挑斗，搁做下流100粒，安伫莲仔顶。迄2支挑踩伫殿前，一支伫正边，一支伫倒边。正边迄支叫做雅君，倒边迄支叫做波阿斯。第4章，所罗门搁做一座铜坛，长9公尺，宽9公尺，悬4公尺半，搁铸一个圆形的铜海，深2公尺20公分，直径4公尺40公分，周围13公尺20公分。铜海的船下面有2排牛围着，每45公分10只，是指东海的石上石做的。东海安伫12只铜牛的顶面，3只往北，3只往西，3只往南，3只往东，牛尾往内面。东海的高度7公分半，伊的船亲像飞的船，形亲像百合花，会当对6万公升。搁做10个盆，5个系伫南边，5个伫北边，内面通洗现烧化者的米。东海简单互祭司洗肠。搁照规定的款式做10个金灯台，系伫殿内，5个伫正边，5个伫倒边。搁做10块桌，系伫殿内，5块伫正边，5块伫倒边。搁做100块金碗，搁做祭司亭，嘛做大亭，以及大亭的门，门神用铜包地。东海系伫圣殿的东南边，互咱搁做盆、tú仔甲碗，安尼互咱为着所罗门王完成上帝圣殿一切的工。
伊所做的有2支跳顶碗形的跳斗，嵌碗形跳斗的网仔，400粒石榴分做2边，一边2排，安伫2领嵌碗形跳斗的网仔，分做甲座顶的盆，一个东海下面12只牛，盆凸仔甲肉车。以上这些器具拢是师傅互人为着所罗门王去上主圣殿用光亮的铜做的。这些器具是王伫约旦平原用苏格甲撒拉旦中间的黏土做模铸造的。所罗门做的器具非常多，铜的重量无法度计算。所罗门阁做上帝殿内所有的器具、金坛、摆献祭的饼的桌，踩伫至圣所头前，照规个点倒的纯金灯台甲灯，纯金做的灯台的火灯甲叶仔，纯金做的灯芯的夹刀、盘放香的撇仔，甲放火炭的盆，阁有圣殿的门，就是至圣所的门甲正殿的门，拢用金包地。第5章，安尼，所罗门王完成上主圣殿一切的工。所罗门将伊的老爸大卫所献的金、银甲器具，拢带入去下伫上帝圣殿的府库。迄时，所罗门召集以色列的长老、逐支族的首领，以及逐宗族的族长来耶路撒冷，要迎接上主的约柜，对锡安的大卫城运起来圣殿。7月的节期，以色列人拢聚集伫王遐，以色列的长老拢来，遐的利未人就将约柜起来。这时，甲利未人将约柜、会幕以及布边内一切圣的器具扛入圣殿。所罗门王甲聚集伫伊遐的以色列全会众，伫约柜前献牛、羊做祭物，祭物坐甲未算得。这是将上主的约柜入内殿，就是至圣所，下伫指定的所在。天使基路伯是个下面，基路伯伫下约柜的所在的顶面踢开因的室，也嵌约柜甲光约柜的管真长，管尾伫内殿前的圣所看袂到，对外面就袂当看到。到今仔日，管还伫遐。约柜内面只有2块石板，以外拢无别项物。石板是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上主伫何烈山甲因立约的时，摩西所下的。所有伫圣殿无论属倒一个班处服侍的祭司，拢已经洁净家己。因对圣殿出来的时，利未人的中间负责献死的，就是阿萨、希曼、亚杜顿，以及因的后代甲亲族，拢穿油麻布的衫，徛伫祭坛的东边，摕拿拔、石甲琴，阁有100个祭司摕拿拔甲因做伙伫遐。遐个分喇叭的、唱歌的、和谐齐声，
称赞感谢上主，引用喇叭撩拔乐器伴奏，大声称赞上主讲：上主至圣，伊的慈爱续到永远。彼时，上主的灯互魂充满，因为安尼，这是袂当继续服侍。上主的阳光充满上帝的灯。第六章，彼时，所罗门讲：上主捌讲，伊要踮伫灭魂的所在。我已经起一间东方的灯，做你永远徛起的所在。以色列会众拢徛伫。所罗门王我过来甲因祝福，伊讲：上主以色列的上帝应该得到呵乐，伊亲嘴对我的老爸大必应允的，拢亲手实现。上主有讲，对我带我的子民出埃及以来，我毋捌伫以色列正支族中间建一个城为我的名起圣殿，嘛毋捌选立人做我的子民以色列的领袖。毋过，我有经耶路撒冷做我要临在的所在，搁经大必治理我的子民以色列。我的老爸大必心内有意思，要为上主以色列的上帝的名起圣殿。总是上主对我的老爸大必讲：你有意思要为我的名起圣殿，你这个心意真好。毋过你毋通起，你亲生的囝会为我的名起圣殿。但上主实现伊所讲的话。我照上主的话起来刷接我的老爸大必坐以色列的王位，搁为上主以色列上帝的名起圣殿。我将约柜安置伫遮，柜内有上主甲以色列人所立的约。所罗门当以色列会众的面前，徛伫上主的祭坛前，双手举起来。所罗门有做一个灯台，长2公尺20公分，宽2公尺20公分，悬1公尺30公分，系伫鼎的中央。伊徛伫台顶，伫以色列会众面前跪落去，举双手向天，讲：上主以色列的上帝。天顶地下无一个神明亲像你，你对遐一心一意顺服你的仆人守约是慈爱。你有接受对你的仆人我的老爸大必的应允，你亲嘴应允的，今仔日拢亲手实现。上主以色列的上帝求你实现对你的仆人我的老爸大必的应允。你有讲。你的子孙若亲像你伫我的面前谨慎生活，遵行我的律法，你的后代就会永远坐以色列的王位。上主以色列的上帝，你对你的仆人大必所讲的，求你实现。上帝啊，你兼真正要甲世间人住伫地上，天。甲天顶的天拢无够通互你住，何况我所起这间圣殿。上主，我的上帝，求你阿乐听你的仆人的祈祷恳求，听你的仆人伫你面前的求叫祈祷。愿你明日看顾这个圣殿，就是你讲你要临在的所在。你的仆人这个所在祈祷的时。求你听，你的仆人甲你的子民以色列，这所在祈祷的时，愿你对天顶你大的所在听阮的祈祷。下面愿人若得罪厝边，受别着咒抓，
伊来即间殿，伫你诶单前就抓以是无辜诶，求你对天顶压落听来办理，审判你遮诶仆人，歹人照伊诶歹，甲伊报应；无辜诶，定伊做无罪，照伊诶正直，甲伊报赏。你诶子民以色列若得罪你，互对敌拍败，因若反悔归向你，宣认你诶名，搁伫即间圣殿对你祈祷恳求，求你对天顶压落听，赦免你诶子民以色列诶罪，互因倒来你所赏赐因甲因列祖诶地。因若得罪你，你甲天乖捌无落雨，你刑罚因诶时，因若往即所在祈祷，宣认你诶名，离开因诶罪恶，求你对天顶压落听因诶祈祷，赦免你诶仆人甲你诶子民以色列诶罪，教示因行正直诶路，搁落雨伫你赏赐因做产业诶地。即个地老饥荒、瘟疫、火烧风、病害、草莓工，也是对着围困因诶城，无论有甚物灾害、甚物大病，你诶子民以色列中，若有人知家己诶灾害苦叹，即个圣殿举手迫切恳求，求你对天顶你徛起诶所在压落听来赦免因，因为你知因诶心，嘛只有你知世间人诶心。愿你照因逐个人会行做对待因，互因伫你赏赐阮列祖诶地，一世人敬畏你，行你诶道路。若有外国人毋是属你诶子民以色列诶，因为听着你诶大名、大权力诶作为，甲你救助诶手骨，对真远诶所在来，即个殿祈祷，求你对天顶你徛起诶所在，听因诶祈求，照外国人一切对你恳求诶来做，互天下万民拢会亲像你诶子民以色列相款，捌你诶名，敬畏你，搁互因知即个圣殿是敬拜求叫你诶所在。你诶子民奉你诶命令，无论出去甚物所在，甲对着交战诶时，若往你所竞选诶城，甲我为着你诶名起诶殿对你祈祷，求你对天顶听因诶祈祷恳求，互因得胜。世间无一个人无犯罪，毋过你诶子民若得罪你，你对因生气，将因交互对敌，甲因掠去外地，无论远也是近，因若伫互人掠去诶地回心转意，搁伫因受掠诶地悔改，对你哀求，阮有罪，阮悖逆，阮做歹。因若伫对敌掠因去诶地全心全意归顺你，搁往你赏赐因列祖诶地，甲你所竞选诶城，以及我奉你诶名起诶殿，对你祈祷，求你对天顶你徛起诶所在，听因诶祈祷恳求，照公道对待因，搁赦免遐会得罪你诶子民。我诶上帝啊，但求你开目睭看，压耳孔听伫遮所恨诶祈祷。主上帝，求你起来，你甲你有气力诶约柜做伙入去你休困诶所在。主上帝，愿你诶祭司用救恩做衫穿，愿你圣诶子民因为得到福气欢喜快乐。主上帝，求你毋通弃杀你抹油竞选诶君王，
就带念你是咧互你诶仆人代笔诶阻碍。咱今仔日圣经节伫历代志下卷第1章到第6章，